后来这个水排水门故样家己自动来拍开来放水，造成4个人死亡，还2个家庭来破碎，到底是谁爱负责呢？台电讲，按照这个标准作业定数，放水的前1点钟，要用广播来放送，通知民众来撤离，而且都要通知当地警消甲传理长。但是这个真有可能是电缆接触不良，水门才会自动来开开。第一时间，值班的人员嘛无发现，一直到水位上低来出现着警示，才发现讲水门故障。南投地检署认定，当时值班的迄位姓苏的员工有疏失，以10万块来交保。渡过一劫，这个罗先生行出殡仪馆，表情真伤心。伊虽然渡过一劫，也毋过因某、因后生、朋友甲朋友的查某囝，拢互大水冲去来亡生。到底这个不该把6岁水门是安怎会故障？民众马上离开。台电讲，依照标准的作业流程，放水前1点钟要放送，并且通知当地警消甲传理长。放水时由专职工程师用手开开关，因为即摆是水门故障，才会早起4点到5点2摆家己开水门，是安怎值班的人员无随处理。那个自动开启的时候没有警报，但是水位低下的时候有警报，警报的时候值班人员才发现，才赶快关起来。但已经为时已晚。对。台电讲，因为水门拍开时无警报，才无随关这个水门，意思讲大水已经冲出来啊。南投地检署认为讲，当时值班姓苏的员工有责任。台电值班苏姓人员在闸门故障的发觉，以及后续的通报乃至示警等环节，认定设有疏失。虽然地检署认为台电的工作人员有疏失，也毋过绿车溪附近明明有禁止进入的告示，民众入遐佚佗露营，敢无责任？我们水利法是没有限制的，如果有车子下去，我们都是劝离。第4号传局讲，为了避免民众入去禁区，会派巡视员去巡逻，也毋过有人会听苦劝离开，也毋过某民众真不满，甚至甲巡守人员冤家，这就坚持要留伫危险的所在，民众根本就无法可管。